Hello，大家好，我係希臣。唔知各位老師有冇試過叫 AI 幫我哋去到出一份有 DSE 風格，又或者係你哋學校風格嘅一啲題目出嚟呢？但係當我哋直接就咁叫 AI 去到幫我哋出題嘅時候，佢做出嚟嘅題目風格可能唔會係好似 DSE 嘅真實題目咁樣，係有多選嘅選擇題，又或者係佢嘅深淺程度，或者係題目嘅排版風格都係唔一樣嘅。點解會出現呢個問題呢？因為 AI 佢手上冇一啲真實嘅資料可以參考，所以佢就只可以憑空咁樣想像啲題目出嚟。又或者我哋可能會想用 AI 去到幫我哋填一啲活動申請嘅資助計劃，例如係填一啲嘅表格啊，又或者係填一啲行程嘅內容。但係如果 AI 喺一個一無所知嘅情況之下，佢根本冇讀過一啲相關活動嘅資助計劃嘅條款，或者係啲嘅事項須知，其實 AI 係幫唔到你去填啲嘅申請表嘅。AI 的而且確好聰明，可以幫我哋做到好多唔同嘅事。但係如果我哋可以喺叫 AI 做嘢之前，俾到更加充分嘅資料俾佢哋作為一個參考，佢就可以有更加大嘅機會可以做出一個符合我哋要求嘅答案。而今日呢條影片就係會教大家點樣去到處理呢個情況。首先直接俾兩個例子俾大家睇下先。第一個例子就係我希望 AI 可以幫我直接模仿 DSE 試卷嘅風格，去到幫我出一啲經濟科嘅題目，就好似選擇題、短答題同埋長答題。而我咧就俾咗呢一篇新聞俾 AI， 呢篇新聞內容咧就係關於7月聯儲局可能會加息嘅。而事前我亦都已經將23年同埋24年 DSE 嘅試卷提前咁樣俾到 AI 啦，所以 AI 就會知道到底真實嘅試卷內容係點樣，佢要做到乜嘢程度先至符合我嘅要求。而當我已經做好咗呢啲準備功夫嘅情況之下，我再叫 AI 幫我出一啲 DSE 嘅題目，佢出嚟嘅題目風格同埋深度就會更加貼近我哋嘅需求啦。就好似啲選擇題咁樣，佢嘅選擇題唔會淨係 A、B、C、D 4個普通嘅選項，佢係可以出一啲多選題俾我哋嘅。而且除咗題目之外，佢亦都會幫我哋生成埋評分嘅參考同埋參考嘅答案。就算係下邊一啲結構啊、長答題啊，佢亦都可以真係做出翻實際 DSE 試卷裏邊嘅一啲嘅模式，又或者係佢嘅題型咁樣去到俾翻我哋，咁你就可以更加方便咁樣配合翻真正最新嘅時事，再等 AI 可以模仿翻過去題目嘅格式結構，幫我哋去諗一啲新嘅題目出嚟，俾我哋學生去到做。我哋今日呢條影片就會分開3個部分同大家解釋嘅。第一個部分咧就會解釋一下我哋會用到乜嘢嘅工具去到幫我哋完成今日呢個目標。而第二咧就會係一步一步嘅實戰示範，教大家點樣由零開始做出好似我啱啱示範咁樣俾大家睇到嘅經濟科嘅一啲嘅題目出嚟，或者係其他科目嘅題目出嚟，同埋點樣可以令 AI 幫我哋識得填寫呢啲嘅表格，幫我哋諗好呢啲表格上面嘅內容。而今日我呢條影片裏邊用到嘅 prompt 就真係好似呢啲嘅提示詞，我全部都會整合好放喺我哋嘅 AI 學習中心 WhatsApp 群組裏邊嘅。加入呢個群組嘅方式咧，就放咗喺呢條影片下邊嘅影片說明欄嗰度。大家只要 click 嗰條 WhatsApp link 咧，就可以加入我哋嘅群組啦。咁我依家就先由工具開始講起。我哋今日會用到嘅工具咧，就係 Google 嘅 Gemini 同埋 Google 嘅 NotebookLM。大家放心，呢兩款工具咧都可以免費咁樣就可以使用到噶啦。不過如果喺香港上邊想用到 NotebookLM 嘅話，就要首先開啟咗 VPN 先得。咁大家可以用 VPN 去到連接翻台灣、日本又或者係其他可以用到 NotebookLM 嘅國家先。連接咗過去之後咧，就可以繼續根據我條影片內容一步一步咁樣去到繼續做啦。咁首先咧就係講翻 Gemini 呢邊先啦。我哋可以開翻呢個側邊欄嘅。我哋可以見到呢度有一個叫做筆記本嘅功能。乜嘢係筆記本嘅功能呢？同以前或者我哋直接去到同 Gemini 傾偈有啲咩分別呢？佢最大嘅分別就係呢個筆記本其實就係會連接咗去我哋 NotebookLM 呢邊嘅。我哋喺 NotebookLM 呢邊上傳俾佢嘅所有資料，就好似呢一個例子咁樣啦。我係會上傳咗23年同埋24年經濟科嘅 DSE 題目，擺咗喺 NotebookLM 嘅呢個筆記本嗰度先嘅。然之後我哋就可以喺 Gemini 呢一邊喺左手邊呢度打開或者 click 呢一個所有筆記本。之後咧，我哋就可以見到啦，同一樣嘅 title， 呢個亦都係2023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咁呢個亦都係2023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呢個經濟科嘅相關嘅題目啦。咁我哋咧就可以喺邊直接打開噶啦。咁我哋喺所有筆記本呢度，只要點擊翻呢一個我哋想喺 Gemini 上邊去到操作嘅一個 NotebookLM 嘅筆記本，譬如我 click 呢一度，咁我哋就可以見到翻佢呢度有3個來源嘅。呢3個來源其實就係正正對應翻喺 NotebookLM 上邊我哋上傳俾佢嘅呢3個來源。咁之後咧，我哋就可以直接喺 Gemini 呢邊同 AI 喺度傾偈啦。咁佢咧就會以呢3個我俾佢嘅來源
作為一個基礎，佢唔會係由零開始去到幫我哋去到諗題目出嚟啦，佢就會識得諗出嚟嘅題目其實係要模仿翻或者參考翻我哋俾佢嘅呢幾個來源，先至再去到做題目。咁所以我哋通過呢一個方式就可以大大咁樣提升 AI 生成啲嘢俾我哋嘅準確率啦。咁就好似我呢個例子咁樣啦，我事先已經俾咗好多經濟科嘅試卷俾咗 Gemini， 咁之後呢，我咧就可以喺度貼埋呢個 prompt 俾佢。咁呢個 prompt 咧就係話俾佢知，叫佢模仿香港 DSE 嘅出題員，跟住參考翻我喺 NotebookLM 上邊已經 upload 咗嘅過去嘅一啲嘅 past paper 俾佢，作為出題嘅風格深淺同埋格式嘅基準啊，再配合埋我後邊再俾佢嘅新聞。咁我俾佢新聞咧就係呢個美國聯儲局可能會加息啦。咁佢咧就會根據翻呢一個新聞嘅內容，配合翻以往 past paper 嘅基準，再幫我哋去到出題嘅。咁我哋呢邊揀嘅 AI model 咧，可以用翻 3.5 Flash 啦，然之後可以剔埋呢個延伸思考嘅，等佢可以諗題目嘅時候個深度就會更加好。之後咧，我哋就可以 enter 俾佢，就或者係好似我咁樣點擊提交去到俾 AI。咁之後 AI 就會覆翻我哋啦，佢已經閱讀咗我哋提供俾佢嘅 past paper， 同埋分析咗我俾佢嘅新聞。之後咧，佢咧就會俾翻一個新聞嘅重點總結俾我哋啦。同埋咧，佢咧就會話翻俾我哋知啦。如果根據翻我哋俾佢嘅依篇新聞內容，邊一啲 DSE 嘅課題係適合用嚟出題呢？例如係貨幣與銀行，又或者係價格水平，又或者國際與金融呢幾個唔同嘅課題都適合用嚟出題嘅。跟住然之後佢咧就會俾咗幾個唔同嘅出題建議俾我啦。咁我咧就一次過揀晒啦，1、2、3呢幾個就係 MC 題、短答題、長題目。我都想佢出題目俾我嘅，所以我就覆咗佢1、2、3。我覆咗呢個1、2、3俾佢之後啦，佢咧就會根據我選擇嘅一啲嘅題型，再直接去到俾翻相關嘅題目俾我啦。例如第一題就係資料題啦，就會根據翻我俾佢嘅新聞內容，聯儲局可能喺7月度會加息。咁佢咧嘅題目咧就會變咗做假設聯儲局真係決定咗要加息啦。咁喺香港嘅聯繫匯率制度之下，如果資金流出咗港元嘅體系，以下邊項或者邊啲嘅描述係正確呢？佢就會俾咗一題多選嘅題目俾我哋，同埋俾埋評分參考，之後俾埋短答題同埋長題目俾我哋。咁如果當 AI 俾咗呢啲題目俾我哋之後，我覺得呢啲題目係有問題嘅，係有需要修改再優化嘅地方嘅，我哋亦都可以喺同一個 chatbox 上邊繼續同佢講，我問題喺邊度，應該要點樣去到修改，咁 AI 就會再去到幫我哋去到改善嘅。而除咗出題目之外，另一點老師成日都需要做嘅就係處理一啲行政或者文書上面嘅事，所以我哋亦都可以揾 AI 幫手去到減輕我哋呢一方面嘅工作負擔。就例如我係想申請教育局呢一個學生交流活動嘅資助計劃嘅。咁喺呢個學生資助活動計劃當中咧，就有好多唔同嘅文件係需要填嘅，譬如喺呢一份嘅申請書啦，同埋行程內容啦，又或者係要睇清楚呢13頁嘅申請同埋付款須知啦，等等唔同嘅資料同埋文件嘅。咁我哋咧就可以一次過將相關嘅申請表，又或者係申請須知，通通都上傳到去 NotebookLM 呢一邊。咁今次呢一個筆記本嘅標題咧，就係2025至2026學年嘅學生交流活動。咁我哋咧就可以去翻 Gemini 呢邊筆記本呢度，都係去翻所有筆記本啦，就可以揾翻呢一個啦。2025、2026嘅學年學生交流活動，就好似同上一個例子一樣，出題嘅例子一樣，去翻所有筆記本 click 翻呢一個筆記本啦，就可以喺度見到我上傳俾 NotebookLM 呢5個參考嘅資料來源啦。咁我就可以叫 AI 好似我呢個例子咁樣，我就直接同佢講，我想申請呢一個高中學生交流活動嘅資助計劃。咁我就直接將教育局嘅呢條 link 俾埋俾 Gemini 嘅，同佢講我嘅行程係乜嘢啦。譬如我係想帶中5級嘅學生到廣州參觀華為嘅公司嘅，但係就針對 AI 發展嘅呢個部分，同埋同廣州嘅中學生去到做交流，之後叫佢根據翻 NotebookLM 入邊嘅申請資料，就即係呢度顯示嘅唔同嘅申請嘅資料啦，幫我去到諗下要點樣填寫相關申請書，同埋要準備啲乜嘢。但係咧，因為我可能依家用緊嘅模型係 Gemini 佢免費版嘅模型，而呢一個問題佢呢幾日都係不停咁樣出現嘅啦。每次我叫佢做一啲複雜啲嘅嘢，佢都會同我講話係佢只係一個語言模型，佢冇辦法幫我處理呢件事咧。咁我就反駁翻佢啦，佢咪就係要幫我處理呢啲事咯。如果呢件事唔做，咁我咪咩事都可以唔做啊。之後咧，佢咧就會覆翻我啦。佢之前咁樣回覆係唔啱嘅，作為佢
AI 助手，咁佢職責係要幫我做嘢嘅，跟住然之後佢就會真正幫我做嘢啦。其實唔止呢一次嘅，我另外去到用免費嘅 Gemini 嘅時候，最近都係一樣有出現呢個問題。但係如果大家都係出現呢個問題嘅話呢，你只要同翻佢講，你係可以做到呢件事，你係需要做呢件事，咁佢就會正常咁樣去到運作噶啦。我咁樣同翻 AI 講之後啦，佢就真正幫我哋去到做嘢啦。佢咧就會睇翻我哋俾佢嘅申請同埋撥款須知、申請書附件內容呢啲唔同嘅文件啦，就為我度身訂造咗一個中午廣州 AI 科技交流嘅3日日遊。咁咧，譬如第一份申請書裏邊嘅內容，就即係呢一份嘅申請書啦。第一部分就學校資料，就可能係老師你自己填啦。而由第二部分開始，呢個資助申請，咁佢就會幫我哋諗好晒相關嘅事啦。譬如係行程嘅名稱、人均嘅開支，喺下邊中間呢一欄內地活動嘅呢一度要填嘅數字啊、填嘅金額啊，佢亦都會根據翻呢一份嘅申請同埋撥款須知裏邊嘅要求，已經會幫我哋諗好晒，話俾我哋知道係應該要點樣去到填嘅啦。同埋有關另外一份嘅資料，就係呢個附件裏邊嘅行程內容，裏邊嘅行程嘅目的啊，同課程配合可以學到啲乜嘢啊，等等呢啲相關嘅資料呢，佢亦都會幫我哋諗好咗。咁所以我哋咧就只需要直接 copy and paste 咁樣複製貼上貼翻喺度，就可以好快速咁樣幫我哋完成呢一啲表格嘅填寫，又或者行程嘅規劃啦。而除此之外啦，我哋亦都可以喺 AI 嘅回覆隔離呢度咧，會見到有個 PDF 咁樣嘅。咁呢啲 PDF 係乜嘢意思呢？其實就係話翻俾我哋知道，呢啲所有嘅數字其實唔係佢自己虛構出嚟，而係真正咁樣根據翻我哋呢一份 PDF 嘅文件，又或者呢一份 Funding Guideline 嘅文件裏邊嘅一啲嘅指引，去到俾翻我哋嘅。就好似呢個第一天隔離有個 PDF，咁其實呢，佢呢度就會話翻俾我哋知，就係需要每日行程嘅安排，要清楚咁列出每日嘅學習活動啊，每個訪問點學習相關嘅目的啊咁樣。咁所以呢，佢就會根據翻呢個 PDF，就即係呢啲須知指引嘅內容，提供翻相應可以符合到呢一個撥款須知要填寫嘅內容去到俾我哋啦。而如果喺成個填寫過程當中有問題嘅話，我哋亦都可以直接喺呢個 chatbox 上邊去到問翻 AI 嘅。咁除咗填表之外啦，我亦都會要求去到特別咁樣幫我哋去指出一啲需要注意嘅事項嘅，譬如係一啲招標啊同埋採購嘅程序啊，又或者係保險啊、安全措施啊呢一啲，佢亦都會根據翻呢個指引裏邊嘅內容去到指出翻、提醒翻我哋嘅。咁有咗 AI 嘅幫手之後啦，我哋就可以更快咁樣消化好呢成份13頁裏邊嘅撥款須知啦。等我哋可以好快速咁樣幫我哋總結翻呢13頁嘅 PDF 裏邊有啲乜嘢事項，我哋係必須要了解，同埋可以更加快咁樣幫我哋去到處理好呢啲表格，又或者係行程內容嘅規劃同埋填寫啦。而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兩個例子，一個咧就係處理一啲報告嘅填寫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出題或者係出功課啦。其實喺呢兩個例子嘅背後嘅邏輯都係一樣嘅，就係我哋都係將一啲固有嘅資料俾咗 AI 喺度做參考先。例如如果你係教其他科目嘅，你都可以開一個筆記本，然之後將相關科目其他科目嘅一啲資料擺晒喺呢度，一個科目就係一個筆記本，一個 chatbox 去到幫我哋處理，咁就會更加清晰啦。而譬如呢個係活動申請，我哋亦都係可以開一個筆記本，將所有嘅資料上傳晒去呢一度上邊嘅。咁而如果可能有另外一個場景，可能係出一啲家長嘅通告嘅，咁我哋亦都可以開個筆記本，將一啲家長公告嘅參考擺咗上去先。然之後如果有啲新嘅公告，就可以叫 AI 參考下舊公告嘅一啲嘅格式，去到幫我哋出一份新嘅通告出嚟。咁所以你就可以將呢個方式套用喺你自己真實嘅需求上邊，例如喺啲科組嘅文件、學校嘅規程規則，全部都可以套用翻我呢個邏輯一樣咁樣去到做。而我亦都將今日呢條影片嘅內容同埋用到嘅一啲嘅 prompt 提示詞打包好，變成咗一份 note， 放咗喺我哋 WhatsApp 嘅 AI 學習交流群組上邊嘅。大家只要去呢條影片下邊嘅影片說明欄嗰一度，就可以揾到加入 WhatsApp 群組嘅 link 啦。如果大家覺得呢條影片對你有幫助，記得幫我 like 同埋 share 出去。而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加多有關 AI 點樣用喺教學上邊嘅話呢，記得一定要 follow 我呢個 channel。咁我哋下一條影片再見，拜拜。